就嚟開始啦，好似想有醒獅表演，又有打鼓表演，好期待。我係今日嘅主持人卓有心，隔離位係我嘅拍檔。大家好，今日運動會就嚟開始啦！我係嚟自天主教總堂區學校，亦都係今日嘅小主持人林心月。大家欣賞我哋嘅擊鼓表演。黃敏聰總教練同我哋介紹下佢哋嘅龍獅隊啊！其實大家都睇到3年前啦，我哋就已經剪咗一條咁精彩嘅片段出嚟啦。咁好或者咁美麗嘅景點，一定係唔單止我哋所謂健健康康嘅正常人可以去，其實更多嘅唔同，包括可能好似阿史提文先生嗰啲咁，即係譬如話有肢體嘅嗰個殘障嘅，其實都應該係可以去參與去到呢啲地方。呢個課外嘅遊學啦，本地特色嘅深度遊學團咧，就係俾大中小嘅學生咧係可以令到你一邊學習邊成長。我係 Perry， 我係一個剪接師，好多謝勞工處俾呢個機會我喺呢度工作，同埋同其他同事有剪接上嘅交流。我希望我哋能夠成為一個更多人認識嘅一個剪接師。大家好，我本人嘅正名叫陳建明，花名叫史泰龍，係一位失去咗雙腳、長期靠輪椅代步嘅傷殘人士。咁呢度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啦。其實今日嚟講咧，我出席第4號嘅舞啦，應該係就係俾一班學生近距離同嗰啲全國人大行政協交流，問佢哋最尾咧要寫一份咧點樣如何善用香港優勢去貢獻國家發展嘅政策意義提出嚟。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啦！咁我好開心啦！咁我就係今年今屆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嘅會長。先祝大家馬年心想事成。我係麥心睿啦。其實我係香港守望者服務團。咁唔緊要嘅。4月18號一個飛鵝山嘅實驗室遊者周年前啦，同另外8位唔同背景人士一齊組成嘅。我們在2分鐘的時候，我們會舉綠色的牌，到了2分30秒的時候就是黃牌，到了3分鐘就是紅色。大家好，我是來自天主教總堂區學校6年級的林心月。我讀緊中3，我叫蔡月兒，今年我要為高中上課。大家好，各位評委老師、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出生在一個離香港很近的城市深圳。大家好，我是來自獅子會甲最強中學的曾一平。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elly. I'm Form 5 student at Fortress Hill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評委，大家下午好。咁好啦，每一位同學仔咧，佢都有佢獨特嘅優勢之處啦，佢哋都有佢哋嘅特質。咁咧，首先我就逐位點評啦。個環境唔同晒啦，咁就我哋機構咧想用一個男性嘅角度咧，去帶一個女性嘅團體。群體咧，其實大家都好類近啦，就係小朋友啦，青少年啦同埋家長呢個服務嘅。咁我哋會因為呢個題目係我每日做嘅嘢嚟嘅，我每日就真係不停地喺度講緊香港嘅嘢。咁啊，多謝晒咁多位，咁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嘛？就今日嘅活動就圓滿結束，好嘛？